我哋都係選擇一種樹木嘅生長，呢一個作為我哋嘅主線，既有自然嘅本質，亦都有生長嘅動態，亦都有未來嘅期望。我做大堂嘅時候，做上面辦公展示空間嘅時候，我都會睇到，好似每一樣嘅細節都大家互相喺度對話，互相喺度對望一樣。呢個處理嘅方法係真係難度非常之高。另外喺大堂裏邊會見到一條條嘅一啲用嘅一啲三維嘅處理方法，將一啲金屬嘅條紙放落去。技術上面同埋整個呈現方面咧，係好似一陣風咁吹咗落嚟感覺。咁其實自然同埋科技兩個係互相喺度，好似對唱嘅效果咁樣。從園林包括造景，因為知道呢個湖係我哋一個人工畫出嚟嘅一個湖，整體建築物嘅嗰個關係，互相嘅呼吸，陽光穿入去每一個嘅空間裏邊。喺做大堂嘅時候，其實我故意咁喺大堂嘅天花裏邊破開咗一條小小嘅，好似叫做一個罅縫，讓光線由頂層一路滲透落到去個大堂度。而中間我又故意咁樣將背景牆嘅石材分開，好似天空上面跌落嚟嘅光變成一個光嘅流水一樣流入大堂裏邊，相當之有一種光同埋載體之間嘅一種碰撞效果。嚟到呢個園區裏邊，我相信你好深嘅一個印象。